我電商嗰一邊就漏水咯，都危險嘅。即係我爸爸屋企嗰度有呢個滲水問題啦，同樓上華碩睇到個介紹都講話檢測滲漏水啊，嗰啲都好詳盡嘅，咁就聯繫到咁樣。樓上漏水，一兩年都已經有發生啦。今年9月開始就冇停過，咁所以就都 urgent 地幫父母揾咗政府承認嘅師傅去幫手做檢測。其實真係都幾良好嘅，阿石師傅好細心啦，揾嗰個問題嘅源頭出嚟啦，然之後幫我去同樓上做溝通啦。咁之前咧覺得自己屋企係冇漏水嘅，石師傅上到嚟咧一步一步咁樣去帶住我啦，好耐心咁講解每一步嘅檢測啦，發覺我屋企係有漏水嘅，順利解決到樓下漏水咧，自己都開心嘅。即係更換晒啲水管咧，其實自己都係一個安心嚟㗎嘛。其實樓上嗰個自己亦都解決咗嗰個工程，但係石師傅都仲有好細心咁問我後面跟進。有聽過身邊人講嘅，咁通常都係搞掂呢單咁就走㗎啦咁樣。華碩就有後續嘅跟進。如果我身邊有人講話屋企有呢啲滲漏水問題啊，咁我都會推薦石師傅。